郭富城3度升格當爸，方媛首發聲，我們給孩子最好的禮物是愛。香港影壇天王郭富城迎來人生另一個幸福時刻。59歲的他與妻子方媛 Mocha 婚後感情穩定，育有2名可愛女兒，如今再添第3個寶貝女兒，一家5口的喜悅洋溢在字裏行間。郭富城22日在微博上開心宣布，我們的小公主終於到家了。短短一句話，洋溢着滿滿的父愛與幸福。他更笑稱自己家是女神之家，表示我是全世界最幸運的男士，被4位女神深深愛着。對郭富城來說，家庭的圓滿與愛的延續，早已勝過舞台上的萬丈光芒。方媛則在深夜於社群平台發文，娓娓道出身為母親的感動與體悟。她寫道：歡迎我們的小寶貝，看着老公抱着她，眼裏依然閃爍着和第一次當爸爸時一樣的興奮和寵溺，就知道我們擁有的是最純粹的愛。一句最純粹的愛，道出夫妻多年情感的厚度與對家庭的珍惜。他也感性表示，性別從來不是我們愛的條件，健康、快樂、善良，才是我們給女兒們最好的禮物。這番話引起網友熱烈共鳴，不少人留言稱讚方媛心態成熟，家庭觀念深刻，也感嘆郭富城一家人的幸福令人動容。據悉，郭富城從得知太太懷孕以來，便親力親為陪伴在側，拍戲空檔總會抽空回家照顧方媛與2位女兒，對家庭的投入不輸任何角色的專注。而這次第3胎的誕生，更讓他深感生命的延續與責任的重量。這對相差21歲的夫妻，2017年步入婚姻殿堂，婚後生活低調卻幸福穩定。方媛淡出演藝圈，專心照顧家庭，偶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點滴，傳遞滿滿的溫柔與愛。郭富城則持續在影壇發光，近年在多部電影中展現成熟演技與深厚實力，事業與家庭兩得意。3位小公主的到來，讓這個女神之家更顯熱鬧與溫馨。方媛也透露，2位姐姐得知妹妹出生後興奮不已，迫不及待想要照顧這位新成員。她感慨地說：看着孩子們在一起的畫面，就是我最幸福的時刻。郭富城以往在訪問中曾提到，父親的角色讓他學會放慢腳步，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個瞬間。無論是女兒還是兒子，都是上天的禮物。他說：我希望成為他們生命中的榜樣，教會他們什麼是愛與尊重。如今3度升格為人父，郭富城再次以行動詮釋了什麼是成熟男人的浪漫。不再只是銀幕上的舞王與巨星，他更是一位懂得感恩與付出的丈夫與父親。粉絲們紛紛湧入留言祝賀，恭喜城城，3個女兒太幸福了。方媛真的很有智慧，這樣的家庭最讓人羨慕，女神之家太甜了。對郭富城來說，舞台燈光再璀璨，也比不上家裏那3道小小的光。